年的户外实景节目，特色都会带大家行业太刺激去冒险。有的任务做得自家完成，不过有的比赛就会来同朋友合作了。特色我也都会天天成员慢慢去了，接受各种挑战，向下去集拳、金木、水火土。澳洲18点钟。去客国奇米山过后，望出的何小燕、朱杏花、钟月塔也下亮相。也咪还有同学嘅任务等等大家哦。接下来嘅任务都算经验分数，不少到上年都有机会改变积分。积分超高嘅前3名就做得参加下年度嘅发通，万一要留下来呢？之前我来挑战嘅任务係教3項頭8年會教嘅東西。先愛做嘅題目係愛錯異類嘅，韓國愛算時間。粘鐵鉗呢係照動作做到極標準嘅來算分數。其中冇跌下來嘅人就得嚟到1分。前面愛打起落嘅愛打到富蘭鉗度行，韓國愛錯好機嘅到也就結束。前日嘅前3名各加3到1分。滚铁圈那个难度3颗星吧，打车对我来说难度4颗星。Oh my god！ 给我踩了，不会踩。是啊。比赛都站好。都站，都好了。来，第1位请准备。准备好。我死定了。预备。教粘鐵鉗呢，塗卡無乜嘅東西嘅時態係當當然做4年嚟家下一定聽落嘅事情。是愛有一個鐵鉗呢，以及沿線呢，就做得同鐵鉗呢暫停通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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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还要绕一圈。对啊，他是踩高跷啦。没有啊。高跷还在那边呢。其中某一個就係愛用腳帶嘅動昂去năng，所以愛來出，焗住愛見看頭前。踩高跷那是我的专长，因为那个踩高跷我很爱玩那个踩高跷。我真的好尽力，滚铁圈就很尽力，我真的没有，我不喜欢犯规。前面係打起落嘅，愛見打見錯機嘅。好，羅元珍總算完成一3項挑戰呢。快到了，好强！好强哦！跳其中嘛，手腳會行卡成法，記得要用手來帶腳嘅發通。唔啱全完成呢，要繼續從鐵鉗呢站到再去腳點嘅。今天玩的滚铁圈很好玩，因为这次有人教我们怎么玩。因为我之前玩滚铁圈都把那个棒子放在前面这样子滚过去而已，然后这次踩到正确的方向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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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啊！还要再玩1次锅了。耶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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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如果我铁圈打好一点，应该分数就比较高。下一位。我俩把门为全部的人都翻面的。我拿一个图片。这个东西先说。好。我觉得我滚铁圈还有那个踩高跷被扣超多分。我也是。我的滚铁圈还有踩高跷都很烂，掉了好几次。主喊法虽然见得到，不过青米还是完成的。一条老师的教的东西有传统的智慧，如果有打起落的用的打就打唔顺，念拳语唔系讲。可以教他吗？这个往下。对，往下，然后这样在那个线头上面，它你压住线头，先压住，然后这样在那个线头上面，它才不会一直跳。然后要水果呢，然后你就把那个水果片，然后打好，不要吵了。这样决定在用手上。不要吵！哎，你那样都照不好啊，你就把它放在绳子上面啊。不然你用绳子往下。对，你绳子朝下。他都在专注于一个，然后他其他就是他有一个
他有一个会了，然后他一直在练一个，他练一个都没有练，所以他今天在那一关就卡很久。然后我们教他，然后他还说安静啊，不要吵。我觉得他好像是来搞，真的很像来搞笑的，有点像来乱的。然后你先压住，顺时针嘛，你就看，然后在镜头对面，他就不会一直跳起来。然后你这根手抓木板，然后这样扣住，这样子扣住了没？然后蹲下来，然后这个红色的，它好像。可以了，快点！我要玩踩高跷。好，它终于结束了。给他一个鼓掌。你终于结束了。看一下。9月3號，也下分數前4名嘅係吳彥權、洪少恩、朱慶華、羅元珍。也下來到出山水蓮一定到嘅所在，水蓮係名農天氣嘅天山，幫水蓮聽說愛到水調度，無論幾好天也落雨天，都愛做定度搭水衣服，將做得落去咋。幫水蓮嘅任務分做3關，清閒就係去幫。動作清標準的出加1分。第2係寫，專家會看寫到幾千里來加分。第2係包裝同磅重，經典印量重的會選出3人，分別得3到1分。好玩啊！我抓着给你看呀，是不是？好，蹲下去有没有？用手用这两只手去挖那个头，摸到它的头没有？它摸下去有没有？有个头，有没有？摸到没有？摸到没有？我摸到，挖泥土要挖，这样挖。哇，好大哦！有没有摸到？然后觉得水莲好难拔哦，虽然已经磨到最底部了，可是就是拔不起。对，现在没有，摸拿手，要到处找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手一直摸，一直摸。真的好。踩水莲的时候踩在那个泥巴地上，超舒服的，软软的，跟上次踩在泥巴地上面，如果你跌倒，一开始会觉得有点恶心，可是后来觉得还好。虽然有点脏脏的，可是就是有一种亲近的感觉，还像就算自己家就是没有豪宅那么好，可是还是会觉得自己家很好，就这样像这样子。我的差不多了，看得出来。可是我可以再拔一个，因为我的还不到那个，我觉得还有点重了。哇，它爆了！它原本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我就这样摸一摸，然后摸到了，然后拉起来，然后就一直拖，把它拖出来。出不来了。哇！我真的哇！打中！是有很快乐啦，只是还是很累，因为他们会淹到我嘴巴了。玩电脑会有那种傻笑，踩这个的话会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笑。我们要包水，要跟阿妈讲客家。阿妈，今天你做谁？他是谁？很菜。中2个牙2中1你打那个里面的野莲有没有？你看，给它开直，放好看一些哈。啊，
等下剪的时候有没有？不要剪开下面，你剪开下面都会散掉。这样剪，对吧？剪起来是整个有没有还好的。我刚才讲了，你都跑，叫你开开来，你都没有再开开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来，你放下去。只要你够，可是你根本都没有洗。3两3。没有3两3，不敢上梁山。多少就是2吧。 2两2。哇，最重的来了，重1两的哇，3两，那你也是3两3两。11两，不要动，11两4。他处理过了，他应该会合格吧？我们看得起来哦，还是第3个比较标准。1、2、3，你最标准呢。对，哦。不可能全部这么大一个挤进这个塑胶袋，不然这个爆炸。我是可以包进去的，我不晓得的。要不要我示范给你看？好好。好，那我包进去要怎样？做蝴蝶结10下。好，这个真好啊。好不好？太强了吧！下2下，昨天我没有下去。方水莲这份请各位係吳音權、莊元塔、羅元珍。水準喺農村生活當中當重要嘅設施，一下就會離水準出任務了。一項任務總共有3項分數，2、3人一組來比賽，卡夾到終點嘅就得嚟到1分。喺水兜肚排位當中。雙方就相互灑水沖，灑到對方冇排位就會得1分。前面就看乜人清潔，前3名分別得3到1分。我還沒說射擊。因為水流嘅關係，2、3人進來經驗，元塔跟岸友本數牌卡到就進去殺機。這個加特林的特點就是子彈多，射程少。哇，岸友對武器嘅提升懂了解呢，唔過殺人咪愛殺準啊！到終點嘅，岸友殺到對方，能夠快夾到終點，總共加2分。接下來係2個好朋友嘅相拼，也都會留情面盤對方嘛。朱杏花想愛用撲頂來殺，不過防護員搶佢行起水頂較安全。吳音權見平一背後，一如其飛出航空。就飘飘飘的很好玩，很像玩那種遊樂場的飄飄河，可是是大自然的，水流很急，然後水槍也射不到，因為大家都射不到彼此，因為太遠了。朱杏花他夾到終點加1分。前面係出現嘅男女對抗，對左手殺嘅何小燕同右手殺嘅羅元珍來相比。何小燕見協人，未到羅元珍當上嘅表揚機，2、3人開始殺盲殺來殺去。
等一下。两都分唔出输赢，青米因为何小燕先到终点加1分。青点去到终点的前3名，各得3到1分。飘飘河积分请各位是朱杏花、朱恩优、吴念權。48點鐘嘅任務做清完成咧，接下來要公布做得進入下2道比賽嘅人，萬人會留下來呢。洪念琴先來看。我本来看到之后还想说，我是不是看错了？因为我本来还被扣1分，然后想说应该不可能第1个吧，然后再看一次，想那个真的是我想说我好开心，我居然比合照跟高伟超惊讶。还有我的成绩一直在进步，真开心。一开始看到分数，我本来以为会晋级，然后结果没想到才7分，我想真的假的？然后我看了一下对方的分数，哇，17分，我看到时候简直呆掉了。本来不希望被淘汰的是我，至少在美容这次我玩到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体力太不好了，今天玩就是靠体力的。还有那个，我遇上的又是很强的对手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次那么少人我还输，加油！很开心啊，因为又再晋级1次。张永达，那你觉得就是这2次失败让你学到什么？就不要太在意，就常常会就失去很多机会。其实我觉得张永达蛮可惜的，如果张永达跟张恩同分，他们可能就要 PK 赛了。没进很可惜，没进下一次加油。入擺戰期嘅有吳念權、朱杏花、何小燕，下2道愛接輸林權晶、朱志浩同林義傑嘅挑戰，下2道見了。野莲。对啊，野莲。太口累了。